Hello，同學仔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就想介紹一下咧，小五華夏杯出過嘅一條題目係有關容積原理嘅。咁我哋可以睇一睇通常嘅做法係點啦，即係借呢個題目去參考平時咧遇到容積原理嘅題目係點樣做嘅。咁首先咧，題目好似好長啦，我先講下啲重點先啦。咁咧，總之簡單嚟講就係一班同學佢哋咧參觀一啲學系嘅，即係去一間大學參加一啲學系。咁咧，佢可以參觀三個學系，自己選擇，亦都可以重複嘅。咁就係數學、化學系及生物系。咁咧，佢咧就有分開嚟講嘅，即係只參觀數學系嘅有23人，化學系19人，生物系有19人。咁咧，簡單嚟講啦，遇到咧即係好似呢啲比較複雜嘅情況咧，通常我哋就會用一個叫做溫氏圖嘅方式去簡化個理解嘅。咁我簡單畫一畫先啦。當然而家咧只係一個介紹咧，好難去詳細咁講晒好細緻嘅做法。不過一般咧就係你可以自己畫一啲圖，好似咁樣嘅情況。咁我就咁手畫咧就唔係太圓啦。總之就係3個圓，因為而家有3個項目。好啦，咁咧就分門別類先，都係用藍色啦。藍色，譬如數學系、化學系、生物系，用啲簡寫先嘅參觀嘅同學有咩人數咧？又寫翻啦，呢度係23、19、19。好，咁咧又唔係真係話太複雜，即係都有跡可尋嘅。佢就話數學及化學系，即係同時參觀數學及化學系嘅有8人。咁我哋睇下啦喎，數學同化學重疊咗嘅部分就係呢部分。咁咧就有8個人，8個人。咁我哋寫翻先，跟住咧同時參觀數學及生物嘅學生就有7個人，7個人。咁咧即係話呢個部分咧，其實即係話呢一個好似瓜子狀嘅嘢，就係數學及生物重疊咗，即係計多咗一次嘅，就係有7個人。跟住又輪到化學及生物系有7個人，如此類推啦。好，咁咧大家如果留意到咧，就會發覺中間仲有一個小部分咧，就係3個範疇都有重疊嘅，就係3個學系都有參加的同學咧，就有3個人，即係中間呢個小窿咧，係有3個人參加嘅，參觀嘅，得唔得先？好，咁我哋幻想一下個情景啦。其實咧可以先用一啲即係叫做口訣啦，即係話所有數字相加減去重複，減多了的就加回。即係再講一次啦，所有數字相加減去重複，減多了的就補回。咁係咩意思咧？譬如呢度咁講啦，如果我哋只需要計所有參觀學系嘅同學嘅總人數係幾多咧？先要將23加19加19啦。但係呢個數字係唔準確噶嘛，因為如果你想計下有幾多個人係有份參觀學系咧，呢度加埋就重疊咗一啲已經重複計算嘅數字，譬如8個人係2個都有參加，7個人有2個都有參加，咁重複計算咗嘅數字咧，我哋要減翻嘅，減8、減7、減7。好啦，咁但係仲有一個問題，就係中間咧呢個佢話3個學系都參觀的有3人啊嘛。如果我哋咧減8、減7、減7之後咧減咗3次，呢度咧重複計3次嘅嘢咧，其實我哋就減咗去到0嘅啦。咁所以我哋就要加翻3個人，仲未完。但是5個人3個學系都不參觀，問五 E 班有多少人？好，咁仲有多一個概念就係咧，等我一陣啊。呢度3個圓圈只係講緊咧有參觀學系嘅人數，咁咧原來咧仲有5個人喺街邊嘅，
係三個學系都不參觀，咁所以咧我哋要加翻呢個5，就係咧5E 班嘅總人數啦。咁所以有兩樣嘢要注意。如果佢而家唔係問5E 班人數，只係問所有參觀學系的同學咧，我哋計晒紅色字已經 OK 嘅啦。只不過因為咧有5個人係冇參觀任何學系啊嘛，所以如果佢問5E 班總人數是多少，就要加翻5。好，咁我哋計一計先啦。呢度咧，咁就照加減啦，好普通嘅加減數啦。即係我哋23先，再加翻咧38，即係19加19係38，減去咧8減7減7，又再加翻3加翻5，咁咧總數就係47啦。O 唔 OK 先？咁所以大家應該會發覺咧，其實計數部分就唔難嘅，反而係個思維咧當中要諗好多嘅過程。咁我再總結一次啦，即係話咧，所有數字相加啦，減去重複，再咧減多了的補回。咁咧，我之後咧嘅課堂上面會再詳細講，即係點解中間呢個小嘅窿咧，係我哋要加鹽。